大家拢就熟的诗歌，我心阿罗上帝，是圣诗的第18首。所以你若是会当背起来是不要紧，若是有法度的部分，请咱甲咱的圣诗提出来。圣诗第18首，一首咱足熟的诗歌，咱请苏平来弹一遍。我心阿罗上帝，自然因我的背，天地万物，三甲应声阿罗伊大尊名。树木苍黄水泉，江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光明阳光，仁爱公义交争。圣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咱做伙来唱来唱。我心阿罗上帝。我是摩罗上帝，世间将人的背，风中回家吟诗出下，摩罗一大尊名，地基草坡起吹，安徽。就来凉风吹来，风起大人海第3站。我是阿罗上帝，天下本对一个，虽然代代暂时中行。星光临到地球，那尊你的自由，天下高贵含最之个，人更归你上帝。一首真水的诗歌，大家咧唱的时阵，就亲像看到上帝的创造。在很高山，太阳新垂的草坡，真水的一个景色。这首歌是咱今仔日第1首的圣诗，咱用这首诗来开始今仔的礼拜。咱第2位的圣诗是伫圣诗第175首，第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这首歌咱应该拢有唱过，应该拢有唱过。所以咱请琴来弹一遍。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经济，新创造，我们爱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主唱新歌，伊互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这首歌是咱特别的一首新的信息，旧的信息咱无这首诗歌啦。但对这首歌就会当知影是咱是望一个新的地、新的天，就参像迄个启示录所讲的同款迄时临到上帝阳光充满，有新的地甲新的天，所以万物拢会换新，有新的经济，有新的创作。
好，过来我看错了吼，应该不是175首，是375首，是咧，是咧，375，大声咧咪，大声咧咪，好，你家拢有出来啊，好。好，大声咧咪，这首歌咱应该拢有听过吼，所以咱请琴来弹前奏，咱就直接来唱。来听第一节，就大声咧咪来请。第一节，咱搁唱一遍。大声咧咪，日子快乐日子，就以生命献出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子，力量上帝大恩，就献生命歌表达我乐庆祝。对，好，不行，好，咱来唱第二节，为过去感恩，吼，咱甲咱的信息提出来，第345首，来第二节来请，为过去感恩，有你上下情人，应在情甲关合来实现希望，为现在感恩，为下是为健康，为宣告使命，我祈祷最应当第3节，为明日感恩，耶稣咱受未到，无论日如何，咱才会临到，到最咱应允，永远无会抗阻，咱不是咱的听头不强第4节。咱大这个咪，日子快乐日子，才会表达咱心中欢喜。咱感谢主子，力量主大恩强，奉献之时光，表达无落尊重。好，来，我们兄弟，咱已经好啊！来唱第4节，来过来唱一遍。咱带这个咪，咱准备咱的心，一个快乐的拜日，咱来献上咱的感谢，来请。咱带这个咪，日子快乐日子，应该会表达咱心中欢喜。大感谢主子，力量主大恩强，奉献之时光，表达我乐尊重。那准备先开始今天的礼拜。今仔日是圣经
新竹圣经学院奉献主日，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落伊。参甲来吟圣诗学落上帝，圣诗18首，圣诗18首，请起立。
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勒多任内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要对他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经过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5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51篇。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点伫旷野大树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波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因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挂虑，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感谢你保守阮平安，伫你所赏赐的安息日，感谢你的引带，阮拢一做同心来敬拜你。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的敬拜的行为已经变成习惯。总是无论伫逐个角落，求主上帝将敬拜的感动，互逐个每一个到你面前敬拜的人，拢得到充满。阮感谢你无穷无尽的仁爱，差派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世间人，互阮有仰望，通得到将来的活命。阮常常笑念你的大恩，有信心你的确得引带。阮懊恼感谢你的救恩。互阮的信仰诚侪阮生活的准则，伫人的世界有无共款的价值观，通显明阮是你的学生，学主的款式，做正直的代志，听人服侍人，亲像服侍主一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回顾阮过去的日子，堪比承认阮的软弱。阮有时伫无人知的时得罪你，有时了义袂记得你的恩惠甲疼痛。有时亲像马路的羊，无活出你要阮行的款式。天父上帝，求你赦免阮的罪，开阮的目睭，看见家己的无够行，洗清阮的过失，重新来倚靠你。至圣国主比阿爸爸上帝啊，求你将你的眼光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明白伫任何的状况，拢有主你的旨意。恳求你帮助阮。袂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操练阮的性命，行你的道路，分享你的丰富。阮确实你要施恩互阮，活出教业的信心，听人亲像家己，亲像结连伫葡萄树的枝，来结果子济济，来荣光你的圣名。阮拜日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认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92篇，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50页，诗篇92篇。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学落你至悬的名，也启示保养你的慈爱，会分时保养你的信息，用10条弦的乐器角色，用弹琴壮念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你用你的所行，互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来快乐。耶和华，你的所做怎样遐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无知的人袂晓得，愚蠢的人也袂明白即个。歹人发生亲像草，一切做歹的人无成的事，正是因要灭无到永远。总是耶和华，你是至悬，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看，你的对敌，你看，你的对敌的确灭无，一切做歹的人也要四散。总是你互我的角野悬，亲像野牛的角，我是受新的油抹的。阮亲目看见我的对敌拄着报应，我亲耳听见遐个起来攻击我的歹人受刑罚。二人要兴旺亲像早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木香树。你若栽伫耶和华的厝的，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会接满实清脆。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义。讲道请王牧师讲道，题目是犹原结做果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到咱港市北市区的上山教会请安报告一成的需要。嘛，真感谢有这个机会会当甲大家来谈讲上帝话，甲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咱先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慈悲满满，互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学罗你。愿你的圣心甲阮三角伫地，感动阮的心，用智慧光照阮，保守阮会当照你的旨意去行。嘛，恳求你，你的恩典充满阮，赦免阮拢总得罪你的代志。恳求你，甲阮洗清气，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愿你的话感动阮的心，引带阮的脚步，互讲的甲听的拢会当得到你的造就。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诗篇92篇安息日的诗歌。照摩西的律法，安息日是对拜五的日落到拜六的日落，是一礼拜的第7天，为着要纪念上帝的创造，分别做神的一天。伫安息日袂当做工课，要专心来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孝念上帝的话。到初代教会，基督徒才开始伫主日，就是第7天7天的头一日聚会，嘛就是咱即摆礼拜日。这是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国外的日子。咱毋简单是伫咧国外节庆祝耶稣的国外，咱伫每一个主日拢咧庆祝耶稣基督的国外，因为耶稣的国外，互咱真正有盼望，嘛互咱守主日的人来真正得到安息。所以就用这来代替原本的安息日。基督徒爱伫咧主日守礼拜来得到安息。伫遮咱会当知影，安息日甲主日伫本质上是真相像。咱来看经文。诗篇92篇会当分做4段来看。头一个部分第1节到第4节，学了感谢上帝。这真正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就亲像咱拄则是安尼
做伙唱歌吟诗，嘛用钢琴，嘛用我拄则敢若有听到鼓的声音，安尼做伙来感谢俄罗，这是为着要报扬上帝一切美好的作为。诗人头一句真好啊，就当作是宣调，安尼来感谢上帝，这是何等水甲好的代志。相时嘛，互咱想到，就亲像咱拄则唱的圣诗18首，上帝咧创造天地时，伊看所有的创造拢是好的，这真正是上帝的心意。伊看这个世界，看伊的创造，咱每一个人嘛是伊的创造，拢是好的。互咱来明白上帝欢喜咱的恶乐，而且咱着将咱的恶乐诚做芳芳的祭，升到至高者上帝遐。第二则才有讲到，伫早起伫暗时，这就代表是对早起到暗时，逐时刻拢着爱学乐上帝。而且咱要知影，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讲，迄时无亲像即马遮尔啊方便，若是无灯火，就是安尼暗扫扫。所以伫暗时是代表真危险甲恐怖的，需要有上帝的保守甲照顾。所以特别伫咧暗时的祈祷，咧祈求上帝，真正有上帝平安会当到天光。所以这就表示，无论得时也是无得时，拢着爱学乐上帝。这是上帝看做水阁好的代志。邀请大家毋知看会清楚无？读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5节，请。所以就对耶稣常常用学乐做祭献给上帝，这就是圣灵著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这喙唇所结的果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上帝，一方面是对人。对上帝，咱爱称赞伊，而且这敬拜、学乐甲这感恩的表现，拢是对伫上帝。另外一方面，对人，就是咱伫咧日常的生活中间，就爱时时甲家己提醒，常常讲话是讲造就人的话，无好话一句拢毋通讲。这是圣经的教示，嘛是咱做一个基督徒所爱有的表现。哪个伊就捌安尼讲，咱用喙唇学乐主，就是天父。讲伊喙唇救造人，就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创造的。学乐甲救造是对同一个喙出，我的兄弟姊妹啊，这是毋应该。所以对咱来讲，这真正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我是伫咧去年拄访牧，迄阵就有青少年甲我问讲：牧师，你穿这牧师服，这白白即块，这是啥物？这代表啥物意思？我就甲伊讲，简单来讲哦，即块白白哦，就是叫阮做牧师的讲话爱细腻啦，爱细腻讲话。毋过这提醒毋简单，是对牧师，是对咱所有的人。第二个部分，上帝的公义。咱知影，所以上帝的百姓会为着上帝的作为欢喜献上感谢学乐。毋过甲遐会学乐上帝的人相比，歹人的回应，就是对这一切上帝的作为，伊完全无感觉。伊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袂想到上帝。而且伫咧复合本内底讲，遮个无知的人是真生共款的人，这是非常强的表达。真生就是甲动物共款，无头壳理性，无认知来做判断。有戆的人嘛相款，这甲有智慧也是无智慧无关系，是甲是毋是有正确使用智慧有关。遐个歹人是安尼藐视上帝，对上帝无任何的尊敬。
毋知影大家敢有咧看上帝敢有咧看台湾的连续剧？相信大家咧看这个连续剧的时阵，有一个印象，就是好人不长寿，祸害1千年。意思就是，敢若好人哦，迄命拢真短；歹人反倒转活足久。好人受害，歹人得志。常常好人拢歹命，歹人反倒转是安尼享受荣华富贵。就亲像第7集安尼讲的，歹人亲像草，恶性全拢朽没。但是咱的上帝是公义的，咱真正知影伊是公义。伫第8集安尼讲，只有耶和华是至权，至权就表示上帝的大权力。伊就亲像一个上界悬的法官，世间一切审判拢在伫伊。毋知影大家也会记得，伫咧2014年的台北捷运的杀人事件，这项代志我印象真深，因为伫咧迄天的暗时，我有坐客运车倒转到学校，我迄阵读大神的时阵，迄个院长哦，知影我是神学生，未来要做牧师，就甲我问讲哦，迄个伫咧质问杀人的迄个少年人，若是伊信耶稣，伊敢会当就天堂？因敢会当着去天堂？我心内就咧想讲，哇！我冒伊会当想家己啦，无想讲伊会去烦恼别人。毋过我也是甲伊回答，因为这真正是有可能真侪基督徒会拄着互人问的问题。迄时我甲伊分享一个圣经的故事，记载伫咧路加福音23章的所在。咱拢真熟悉这故事，有2个犯人甲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有一个人开喙骂耶稣讲：“你毋是基督吗？救救你家己，嘛救咱啊！”另外一个犯人向是责备伊讲：“你竟然当受罪，连上帝嘛毋惊吗？咱受罪是公道，因为咱所受的下伫咱所行的。”然后，迄个犯人对耶稣讲：“耶稣啊，你伫你的国来的时，就记得我。”耶稣就对迄个犯人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这个故事咱拢真熟悉。对这个故事，咱就会当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得到恩典的罪人，咱每一个人拢需要伫咧上帝的面前反悔，为着家己的罪忧伤，仰望主的拯救。有一个人有权会当审判人，独独上帝有迄上权、有迄审判的权利。第3个部分，第9节到11节，就进一步表明上帝的审判甲权利，就是歹人灭亡甲义人的赢权。特别爱咱注意的，就是这歹人甲义人的分别。对咱基督徒来讲，毋是讲会晓帮助别人，会当遵守社会的规矩，就是义人。搁较重要的是爱遵趁上帝的旨意。圣经内面就讲到，上帝爱咱安怎做？请咱做伙来读《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请。人啊，伊捌指示你啥物是好，耶和华爱你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甲行。所以咱真正爱警醒，若是骄傲自大，无行公义、怜悯，伫咧上帝来看，就毋是义人。虽然伫咧俗世的世界中间，义人会受到迫害，真正毋知大家是毋是嘛有即款的经验？就是一个认真咧做基督徒的人，无受到欢迎。我也会记得家己细汉的时阵，
阮班有一个计划，就咧计划讲全部咧考试的时阵要来偷看册。我就无想要参加，毋过同学就甲我骂，伊就讲恁基督徒拢安尼上假仙，安尼假清高。我迄阵才真细汉，5、6岁，敢若5、6年级的时阵，我迄阵就感觉真大的伤害。我就感觉讲，教会是安尼甲我教导，上帝的话安尼甲我教示，毋过原来我伫咧这社会会无受到欢迎。毋过咱知影，圣经的话、上帝的话会互咱有安慰。因为伫咧第10安尼讲，我是受神的诱惑的。这讲的就是受洗礼、顶头先真做圣洁服侍上帝的基督徒。上帝要压权，其中这假的压权是显明上帝所收拾的眷顾。我今仔日有在这号角来互大家看，这个扫角，其中这经文内底讲到这角爱压权，这就互咱想到伫咧约书亚记，咱内底会当看到，伫咧耶和华以色列的军队上头前，会有祭司安尼分扫角，因咧分扫角的时阵，一定是安尼压权上天，这就表示上帝的胜利，上帝甲因三甲伫地，而且伫咧旧约时代的人嘛会用这角来底油，会底伫咧遮内面，这敢若是一个祭司用这来为人抹油所使用的一个器具。这底油，这油就表示上帝的祝福，表示上帝保护的记号。伊安尼，咱会当毋忘，等上帝搁来，等耶稣搁来审判迄日，咱就真正会当看到伊的公义来显现，咱真正会当看到伊的胜利就显现出来。最后第4个部分就是义人的希望。这段的经文有讲到2丛树仔，一个是左树，一个是柏香树。左树嘛叫做棕树，这伊是生伫咧沙漠的所在咱若是有去以色列也是土耳其有可能就会当看到。伊的形真水，树叶真茂盛。清脆，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众人就是压悬这棕树枝，咧甲耶稣欢迎。棕树会当活200年，而且伫咧年老的时，犹原会当有真侪迄甜甜的籽仔，树壳会流出真侪白树枝。喺圣经内底常常讲到要去流年甲蜜的所在，这就是因为遐个所在有真侪这果树而且这棕树伊的这咱看这个图，会当看到因的这个树干是生甲安尼直直。这希伯来文的棕树的意思嘛是直直的意思，正直，这就表示上帝欢喜咱。拢甲这棕树相款，生甲直直，成为公义、正直、正做义人。过来内底有讲到这柏香树，伊嘛是一种真高贵的树，伊看起来亲像是橡树，生伫真悬的山顶，大概是2000公尺悬的所在，伫咧非常寒冷的所在。伊阁会当活2000年的时间，而且伊的气味真香，木材会真甜。伫咧耶路撒冷所罗门王所起造的圣殿，就是用这柏香树来起造的。所以咱对于属灵的角度来看，上帝
看咱每一个人，拢是看咱最宝贵的，而且爱咱着亲像这撇香树安尼共款，发旺伫伊的院内，甲伊做伙。最后15节，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记。过一届着回应一开始的主题，着用感谢和乐来报扬上帝一切的大作为，而且只有耶和华咱的上帝是永远会当倚靠的。就是今仔日会特别甲大家分享诗篇92篇，就是因为内底的14节，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的汁满满实清脆。即句经节是我阿公上届甲伊的经文，嘛使用伫阿公10年前的告别式的内面。相信嘛是我甲阿公的见证。阮兜是第5代基督徒，相信有的人甲我同款。我自细汉伫咧教会大汉，阿公是台北公馆教会的执事甲管理员。我的信仰的起造，就是看到阿公伫咧教会的服侍。阿公伫10当前破病以前，身体真健康的时阵，每一工拢去到教会开门，做伊所有会当做的代志。伊会为着会友伫办食物，伊会帮赞牧师服侍，维护教会的器具等等。直到暗时，倒转去厝内食饭，然后来到教会参与伫咧祈祷会，或者是甲牧师做伙去探访看病的会友。阿公伊知影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伊犹原是真乐观咧面对每一工，伫咧面对治疗逐款的痛苦。短短几句话，伊就无法度过去教会爱带伊。带伊的时阵，伊上届精神的时间，就是会友来探访的时阵。教会人来，伊就会做伙吟诗唱歌、祈祷，而且伊讲家己的一世人非常的满足，完全无因为家己看病埋怨上帝。迄时我拄咧准备神学院的考试，毋过我阿嬷就较反对。伊真惊我做牧师了后嫁袂出去，因真正是烦恼。毋过佳在上帝有陪伴我结婚，上帝有陪伴我的师长。我爸爸嘛共款，伊嘛咧烦恼，感觉讲我着留伫咧学校做老师就好啊，莫做牧师啦。毋过上届甲我支持的人就是阿公，伊听到我要去读神学院，伊真欢喜。每一工我去病院甲伊做伙食饭的时，伊着拢叫我莫伤忝，家己转去厝内休困。当伊知影我考调8月着要进入到神学院的时阵，伊非常的欢喜，伊会甲别人讲，上回是我年老的时所结的果子。对我来讲，阿公就是栽伫耶和华圣殿中间迄发旺的樟树。伊甲上帝同在，来看我行即条献身的道路。我嘛认为讲，有148年历史的上山教会，嘛是相款，因为有真侪艺人拍拼咧服侍，才会当结真侪的果子，有即马教会的兴旺。嘛鼓励大家，咱继续爱来结果子，照着上帝的心意。嘛鼓励咱的阿公阿嬷，一定爱带家己的孙来到教会。真正，咱每一个人，着爱甲别人做好的模范，来成做上帝所喜爱的艺人，奉献家己，就一切拢荣耀拢归于咱的上帝。接下来，我邀请大家来看这影片。这是去年圣经学院的募款影片。麻烦我们看看能不能播放。要点那个影片。
用游标点影片看行不行？好，看起来可能在影片上不太行。我印象很深，这是去年的募款影片，那时候阮牧师，他的标题是有黄金有乳香，有乳香有没药，只欠黄金啊。他说只欠黄金，所以再一次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咱圣经行奉献。应该咱的座位的头前拢有迄奉献袋，他们真的欠黄金，大家要来奉献。我真正是感觉，伫咧圣经学院，真侪教会的同工拢有读过这圣经学院，真侪嘛是有的新汉生嘛读过，所以这真正伊嘛真侪造就的课程，服务者，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去，所以咱着继续为着圣经学院来奉献。我相信这就是咱嘛会当也可以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每一个受造就的学生，拢有教会互因的祝福。我嘛特别想要甲今仔日在座的少年人有鼓励。咱有的人有可能拢是几若代的基督徒，资深的基督徒、老基督徒，咱嘛爱掠遐个信仰的前辈做模范，这基督教的信仰来成做咱家己的信仰。咱每一个人，搁有咱的爸爸、咱的阿公阿嬷，拢是称呼上帝是阮伫天里的爸。所以咱着爱家己甲上帝来建立关系，爱来努力，成做上帝欢喜的人，将一切荣光归伫伊。这是主耶稣的教示。恁结果子多多，我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要成做我的学生。咱同心来祈祷。仰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为着阮所有的，因为阮所有一切拢是你的恩典。阮要因为你欢喜快乐，阮也因为有你来得到生命的意义。主啊，阮真正愿意多多结果子，成做主你所欢喜的门徒。恳求主帮助阮，阮需要你的教示，圣性的充满，帮助阮定目看你，定目看你，来知影阮一世人安怎样来活出你的心意，会当结出多多荣耀你的果子。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2遍。恁结果子多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5章8节。恁结果子多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5章8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75首，圣诗375首，请起立。
奉献庄博雅之书、陈秀儿之书、王恩熙之书来负责奉献。请起立。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为新店圣经学院奉献主日，特别派王尚惠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王牧师，请向兄姐关心奉献。第二点，教育组定10月14日拜六上午9点到下晡4点，要举办加拉太书研习，邀请台湾圣经公会讲师来主讲，欢迎兄姐免费参加。有意思的，伫10月初1进前，向教育组高主安长老施淑胜执事甲廖桂干执事来报名。第三点，上联团契定9月20日拜三上午10点要练诗唱歌，请客友参加，必有午餐。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更正。周间聚会甲后周圣工负责人，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王牧师的师长，师长，嘿，欢迎。好，请坐。好，咱即时我嘛要代表建营长老建宏兄因全家来咱大家来说多谢。昨压缩这个别礼拜甲安葬礼拜拢真顺利来结束。所以，咱嘛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的安慰，扶持因全家。咱来公道，大先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配营，为着欠满的机体，
信实节，伊开始做化疗，互咱嘛恳求主扶持伊的骹步，互清真兄、查实正兄、慧玲姐、明哲兄、北丁老娘、玉秀姐、秋菊姐、阿卡姐、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俊行兄、昭雄兄来护祭，应轩、张老师、公基姐、陈基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玉姐、郭元兄、幼庄兄、李缺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今仔日组织阮伫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主啊，恳求你照着你的话来提醒阮，诚做结侪侪果子的树。主恳求你引带阮的一生，虽然阮有真侪的试探，总是主，阮相信你伫阮的内心，所以阮会当来赢过这个试探。主总是有侪侪试炼，也恳求你帮咱，互阮用积极的心来看待，因为阮相信这试炼会帮助阮的性命哪来哪亲像你。主，阮恳求你引带保守兄弟姊妹欠安的伫厝里疗养的，主恳求你引带因享受因快乐。主也恳求你保守怀孕的配婴，帮助伊有勇健的身躯，甲伊腹肚内囡仔拢得到主你的扶持。也为着建堂的事工，也是教会其他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享受阮用信心来看待。主，阮也为着阮的世界台湾来祈祷，恳求你怜悯即个你所创造的世界。主帮助阮会当用听、用信心来好好，会当来恢复即个破碎的世界。嘛为着伫各地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帮咱遮宣教师，互因所做的工拢有效果。阮也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扶持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嘛爱欢迎赵辉兄吼，赵辉兄嘛对纽西兰转来吼，欢迎你。好。即是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
请坐。